还阁来高雄林雅区这间菜馆行得到财神爷特别的疼惜，连续5年的过年，100万乐透拢开出到100万，已经开出9届了。财神到，大家拢爱财神到，高雄这间菜馆行财神爷就定定出现。100万大红包，一张大乐透伫遮买，人客是到100万，嘛是乐透彩。只有100万的价格。 也有2000块的刮刮乐，有3张是100万的大奖。其实前一档的春节嘛真旺，有一位先生买刮刮乐，当场得100万。哇，100万对了，跳了！也有这位小姐就主买彩券得200万。根据台彩公司的统计，这间伫林雅区的彩券行已经连续5档的春节，拢开出大乐透100万奖金，累计有9次啊，是全国唯一一间连开5档100万大奖的彩券行。 啊！你家姐姐几偌多？就是4+1啊。规间店有财气，头家当然真喜气。其实卖彩券已经卖41档啊。对美国67年开始卖爱国奖券，到即卖大乐透、威力彩100万得主已经有几啊个。有100次以上了吧？将近半世纪的老彩券行得奖的纪录悬，头家讲真多谢财神爷，嘛是卖少人的100万梦想。